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我哋常常喺市面上會看到幾多嘅魚油，佢根據我哋嘅世界衛生組織嘅一啲建議講，唔單止講我哋嘅Omega-3同我哋嘅Omega-6，和一部分嘅一啲比例最好係1:1，但是我哋更加人嘅成分，我哋提供常常是乜嘅葵花油啦，乜嘅之類嘅，嗰時我哋會變成講我哋Omega-6嘅比例過高，但是我哋Omega-3嘅比例過少。嗰時我哋常常會講，我哋去食魚油，因為魚油裡邊有幾豐富嘅Omega-3，還有乜 DHA 啊、EPA， 但是按樣嘅選擇一啲好嘅魚油呢，我哋今日有搶到嘅量係落去客家之體，同時嘛係我哋魚油嘅產業，一啲我哋係古斌總博士，同時我哋咧條件中嘅創造嗰種我哋嘅現場，而兩位一聽我哋現場裡邊同人講，樣嘅去突出一啲好嘅魚油，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古博士，還有我哋咧邱廠長來到我哋現場，歡迎兩位。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嘅古斌總。啊，同時我哋今日我哋咧邱廠長咪來到我哋現場，建總廠長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重資嘅邱建總。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我哋第個頭一開始都有講過，其實我哋幾家人吼，佢從我食魚油，吼，但是有一件事情，第一部分就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古博士，因為以我們早期，比如說我們可能有一個年紀的人來說的話，我們小時候聽到就是說啊魚肝油哈，而且我們常常會被一個廣告，就是說啊魚肝油加鈣哈什麼什麼之類的。那魚肝油跟魚油它的差別在哪裡啊？哦，其實魚肝油跟魚油它的差別主要就是它取自於魚的哪一個部分，像魚肝油是取自於魚的魚肝，那魚油當然就是從魚的肉去做萃取。我們常吃的魚肝油基本上都是屬於大西洋的一隻鱈魚，它魚本身體型就較大，所以它的魚肝很大一塊嘛，所以我們可以拿來萃取油。可是我們使用的，現在目前市面上使用的這種魚油，它使用是一種小型的鯷魚或是沙丁魚。它們的體型小，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整個魚把它切碎以後，然後拿去做成魚油。對，好，嗰時我看談到一篇我都發現到講，以前我哋常常講是魚肝油，魚肝油跟魚肝油打開來幾像，但是近家嘅魚油，是後來都冇將以前嘅上面，然後都講以前都真係用我哋太鹹嘅嗰種魚肝去焗出來嘅油，但是近家嘅魚油係用幾條細細魚嘅，我哋講鯷魚啦、沙丁魚，其實相對後來係個細一種魚嘅，而用全身去焗出來嘅魚油。但是頭我哋嗰種有談到講，我哋今日兩個來賓地位吼，嗰種兩個都係客人咧，我就想問一下我哋嘅古博士，你這個係咩行業啊？係。你是哪邊的客家人？是南投國姓鄉的。南投國姓，那南投國姓那邊是講四縣嗎？還是講海陸？其實四縣跟大埔都有。哦，四縣跟大埔都有。對。可是你小時候會不會講？其實很少講，很少講。環境還有學校其實都沒有人在講。那聽的部分，現在家裡面還有在使用嗎？家裡都沒有了。都沒有在使用，所以還是一般的華語比較多。對。但是我哋咧創造係來自我哋廠子啦，哈。雖然講以個人講可能30歲，但是以廠子人哈，我哋冇講唔好講校方喎。會講笑吧。因為我哋講其實有啲生技公司都係可以睇我哋嘅廠子嘅，我哋講農業科技園區嘛，哈。從頭到尾我哋講唔係有啲廠種嘛，哈。一般嚟講，你這個工作嘅任務係乜嘅呀？我一般來說，我的工作因為是廠長嘛，對，就是整個廠內包含一些整合的工作。那大概就是當然第一個就是管理的部分，那還有一個就是技術的部分，然後就是整合，就是我要跟各個部門之間要去做整合。那技術的部分呢，當然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生產的公司，那我們有很多各種設備，那我就要去把控，每個設備是不是可以正常的運作，然後確保說我們的生產是順利的。那管理的部分呢，當然就是我就是要負責去訓練我們的同仁新進來的，因為畢竟是一個比較新的設備。那怎麼樣操作？那怎麼樣去設定？這個也是必須要去交給同仁的。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如果今天有客戶下訂單要來買我們的魚油的時候，那業務部門接了訂單之後，他就會交給我。那我這邊就會去計算說，我們接下來我要做出這批魚油，我需要多少時間？那我要做出怎麼樣的規格？大概就是主要是這些工作。
嗰時安尼談方來，你變成講，即個工作地位是除了愛管人，好愛管機器，同時嘛愛接單，好接到單以後，換半個時間可以把魚油做出來。但相對起來，古博士的一個工作任務是不是相對比較簡單一點？我的工作哈，其實基本上分過幾個部分的哈。第一個部分就是剛剛廠長所說的哈，它製作出來的產品，那我必須要經過品管的檢驗。然後來確保它的品質沒有問題，那再來判斷它是否需不需要再經過後續的精煉的一個過程。那如果沒有，如果確定它品管沒有問題，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封裝，然後儲存起來。對，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像剛剛主持人說的，這些新產品的一些規格的開發，還有研發，還有它的規格的制定。對，然後還有第三個部分就是像廠裡面的一些量測，還有分析儀器啊，它需要校正啊，然後確保它的精準度還有精確度，然後維持我們工廠的運作。然後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整個廠區的環境還有衛生的部分，這個管控還有控制也是我的一個職責的一個部分。這樣子聽起來比較像是，就是說你等於就是在我們一般的實驗室裡面，你就是實驗室情本身的儀器的調控，然後甚至整個實驗室的周遭環境的一個維護，然後甚至就是說，我今天所有的技術的一個開發，甚至說把它開發成不同產品的這部分，就是古博士你要去負責的部分。對，就是其實主要身為產品開發，主要是針對它新規格嘛，因為可能客戶他有不同的需求，那我們必須幫他做一個設計。那所謂然後那另外一個就是廠內環境清潔的話，或者環境衛生的部分，其實是包括整個生產線到作業區或是到整個工作所謂的同仁的工作區，這個部分我們也是要涵蓋在裡面，就是維持我們廠內的衛生也不會影響到我們製作出來產品的衛生的狀況。我唔錯，其實衛生嘅部分歸重要啦哈。但是鬼東人的今日的主題嚟講，譬如講人家我們現在人已經其實算是營養算是很足夠了。那到底為什麼我們還要再補充魚油這件事情呢？因為一般人的飲食中大部分我們台灣應該說我們普遍台灣食用都是像大豆油啊、沙拉油或是橄欖油之類的油脂，那這些油脂基本上它都是屬於剛剛所說 Omega 6或是 Omega 9的脂肪酸為主。世界衛生組織它其實是建議 Omega 3跟 Omega 6脂肪酸的攝取比例應該是在1:1是比較好的，所以我們才必須要去攝取魚油，因為魚油裡面含有豐富的 Omega 3的脂肪酸。然後我哋講，其實我哋魚油嘛有冇 DHA 啦、EPA 那些成分，但是一般來講嘅話，係咪只有魚才有這樣子的一個成分嗎？還是說其實我們一般的陸地上的一些其他的東西的一些食品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成分呢？只不過也許含量不同吧，對，應該是說 Omega 3脂肪酸其實有包含很多種，那最主要的是3種啦，一種就是所謂的次亞麻油酸。那一種是所謂的 EPA， 就是我們常說的 EPA， 就是20碳5烯酸，跟22碳6烯酸，就是我們所謂的 DHA。這3種是 Omega 3最主要的成分啦。那次亞麻油酸，我們可以從一些植物，像是亞麻仁油，或是一些像其他的像藻類的油，藻油，對，來攝取。那EPA 跟 DHA 就一定要從我們的魚類或是一些微細的藻類來攝取。對，嗰種按係談空來話，就變成講其實從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講法，講嗰種真正一樣的東西全部攝到的話，魚油就是一個其實是算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因為不然的話，我真的可能要從這邊不同的地方去獲取這樣子一個東西。嗰部分我們也要從中，因為我哋從中講魚油，頭先我哋咧博士嘛講的喎，因為佢係用鯷魚啦，或者沙丁魚嚟個細型嘅魚嘅嘛嗬。咁從你來講嘅話，係全部用下，還是講有特別特異嘅地方咯？基本上我們在萃取的過程，大概都是用魚肉在做萃取的，因為我們算是比較大量的。
那鱼的眼窝呢，确实它是 DHA 含量比较高，那就是否一些特别的族群，他们可能会想要特别去补充 DHA。就是为什么我们鱼油补充的历史啊，其实也可以追溯到以前，就是我们就以前不知道有没有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人家说爱斯基摩人好像他们都不会得心脏病，他们心脏病的几率是非常低的。然后还有包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那一区块的饮食，地中海饮食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是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嘛，那就发现这两个区域的人类。他们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的几率都非常低。就去研究之后都发现说，他们的平常的饮食中啊，像爱斯基摩人，他们其实90%他们都是吃肉的，但他们都是吃鱼肉、海豹这些相关的鱼。那这些东西里面就是富含非常高量的 Omega-3，所以其实他们在体内他们摄取的比例是很接近的。那地中海当然他们也是环绕地中海，所以他们平常他们的渔获量就多，所以他们在补充这个部分也是非常足够的。所以才会开始流行病学发现说这个趋势，这个饮食是很好的，很适合现代人。比如说高油脂的饮食啊，然后像我们亚洲人比较习惯用 Omega-6的油，会一个很严重的失衡。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补充 Omega-3来去调整这个比例。我唔错，因为其實同我哋講，對於我哋那個研究裡邊都提供，其實從喺啲基本地中海飲食的那些人的一個心血管疾病其實比較少。但是我想問一個通俗的問題哈。到底一顆魚油要多少的？比如說它要多少量的魚肉啊，或者是魚才可以去產生出這些魚油呢？像我們這種魚油哈，我們通常一顆魚油大概是0.5克，就是500毫克啦哈。那我們在做魚油的過程中，會先去捕魚嘛。那我們常用的鯷魚跟沙丁魚呢，大概它的重量是在20克到200克。左右这个区间里面，那依据我们那个美国农业部，它有做一个调查，就是一般我们吃的鱼，大概100克里面会有12克的脂肪，就是有12克的鱼油。那我们稍微换算一下那一只鱼就是从鯷鱼或是沙丁鱼，大概可以做4到40克的鱼油出来。嗰種人算好嚟，其實嚟講啊，真係說一粒魚油裡邊，其實還算是包含了我們很多魚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華的成分在裡面。嗰時看一段節目裡邊，我發現到講，我哋健康我哋吃一粒魚嘅油裡邊，唔單止講有幾多我哋生活裡邊要用嘅養分，同時以每一粒嘛冇簡單可以拿到。我哋休息一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資訊咯。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長治，同時喺我哋客家子弟，嘛喺我哋魚油嘅特研咧，我哋咧顧秉忠博士，同時還有我哋咧邱建忠廠長來到嚟現場同我哋講，一般嚟講我哋講嘅魚油係用嚟生產出來嘅，但是我哋提講魚油係用生產出來嘅，但是我哋應用嚟托一啲適合我哋這個魚油呢？那這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博士哈，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提到，就是魚油是怎麼生產過程嘛？可是剛剛我就有提到一個我就想到一個很重要，就是說，因為其實剛剛我們只是提到說，一顆魚油裡面大概有0.5克，可是這0.5公克裡面，它的成分如何，它的純度如何，然後以及它所包含的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一般消費者的話，怎麼去挑選？像魚油首先我們從外觀來看，一顆魚油它應該是一個清澈，然後大概是偏黃色，或是有的時候是偏更淡的一個黃色，甚至有了高純度的魚油可能變成透明的。對，那還有你的大小，魚油的大小，那個膠囊大小，其實也是會影響到你吞服的那個舒適的感覺。對，有太大你可能會不好吃，而且小朋友也不適合吃太大顆的魚油膠囊。對，那這個都只是從外觀來判斷而已。那實際上我們其實還是需要去看它的營養標示，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看它是不是有經過第三方驗證單位來經過檢驗，這樣的魚油它才會保持它比較好的新鮮度還有品質。要部分我想要請問一下，因為這剛剛那個博士的一個回答，其實剛剛好就幫我解釋了我自己很多的疑問啊。因為以前我們還算魚肝油的階段的時候，它是沒有膠囊狀的，然後就是一勺了很新的一勺，
那可是我们现在进入到鱼油之后，它会变成胶囊状，是因为就是说，它变成液体状是不好保存吗？还是说它不方便使用？因为鱼油它本身我们炼制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油状的嘛。对。所以那油状的话，它本身会带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鱼的一个味道。对。那有一些人可以接受，但是有些人还是会对这种鱼的味道会有一点反胃吧，或者是觉得不适这样，所以它才会发展用这种胶囊的方式把它包裹在一起。那吞进去以后，它在胃里面慢慢的崩散释放，这样就不会有那个直接把油或者把鱼的味道吃进去的那种感觉。嘿，我们做好，因为其实像我们以前是把那是鱼肝油的时间，OK，鱼肝油是在关想，但是给它变成鱼油的时间，哈，用一点像胶囊一样的是在关好吃。但是头痛的人呢，博士有讲到天然问题，就讲，譬如讲，伊啲正常的伊啲鱼油来讲嘅话，应该可能嚟讲咧透明的黄色，好，但是有在精炼过的话，它可能会变得透明的，要部分哈，因为这部分常常就会有人把这件事情是搞混的，因为有些人就是说啊，这个成分不够，所以说它是透明的，好像成分比较够的才是黄色的。可是刚刚博士的说法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颜色只是一个我们判断的，并不是完全判断的一个依据。那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就是鱼油成分上它的成分的标示。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一颗鱼油如果是0.5克，500毫克嘛，那它可能会标示说，我 EPA 含有多少，那我 DHA 含有多少，甚至它有的还会标示说我总 Omega 3的含量有多少。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含量去跟你鱼油的重量来做比较，就是可以知道说这个鱼油它的纯度有多少。那从此我们可以来选择我们自己想要的哪一种鱼油嘛？对，你可能是过度用眼族群的，或是在怀孕的妈妈，或是在哺乳的妈妈，或是小朋友，他们就可以使用高 DHA 的这种鱼油胶囊。那像是心血管疾病或是你想要就是血脂肪过高，然后或是想要稳定情绪的话，可以服用像 EPA 含量比较高的胶囊。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区分啦。介一部分嘅想問一下嘅創裝啊，因為中途當然博士有講到其實一啲唔要地方有無強嘅成分嘛，咁嗰種即係一托。可是問題係我哋用個托呢，我哋看乜嘅東西可以托到我哋事業或者一啲產品咯。就像我頭前講過嘅，我們主要補充魚油的重點是我們要去拉高我們的Omega 3跟 Omega 6的比例的，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那所以其實市面上魚油琳琅滿目。那最重要的一個點，當然就是我們用剛剛古博士說到的，我們用營養標示看了它的純度之後，我們要挑的是高純度的 Omega 3。那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本身，我們自己就是會做一些檢驗管控的時候，我們都知道，如果在30%的魚油裡面，它 Omega 3只有30%，那剩下的是什麼？基本上就是 Omega 6跟 Omega 9。那所以這樣就可以想象啦，我今天想要把我的Omega 3 Omega 比例拉到1:1。但是我今天補充了一顆30%的魚油，但是其實裡面還有 Omega 6，所以其實我要把這個比例拉近的能力就是有限。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建議的話，還是都會希望是盡量可以挑到80%以上的魚油，我們這樣在補充上才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嗰時如果你要 Omega 3底部至少要有80%係 Omega 3嘛，因為第一方都同我們一般的設計其實一般的油冇乜差別的，但是問題也會仔細那邊可以看得到咯。這邊資訊的話，基本上一個合格的一個產品的話，它上面都會有一個營養標示，對，那它上面就會去記錄它的重量。那基本上就是用它的重量比如說它一定會特別去標示說 EPA 的重量是多少毫克，DHA 的重量是多少毫克。那這兩個加起來基本上就是 Omega 3的總組成。那就用這個重量去除以，比如說這顆膠囊是500毫克的，那就除下來，算出來這個數字。基本上這個數字就會是這個產品它的魚油的純度。這部分我想問一下那個我們的博士哈，這一部分的一個所謂的含量的內容有沒有所謂的國家制定的法規？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目前市面上的魚油它的價格真的是高低差很多。那這個地方有沒有法規限制？魚油的法規其實沒有，但是有一個建議的使用的數量，就是一般人，就是我們一般民眾
使用的话，国健署是建议，一天大概2克的 Omega-3，就是鱼油里面还有2克 Omega-3脂肪酸的鱼油的使用量。那如果您是有特殊的疾病或者特殊需求的，这个部分它的限量就会比较高，大概是可以到5克。咁我哋其實更加有一啲國泰問題嚟講呢，常常會講魚嘅啦，我哋嘅海洋地方魚有重金屬的污染。那這樣子會不會這樣子重金屬的污染也會帶到我哋那個魚油嘅產品裡邊呢？其實重金屬這個問題一直會是魚油很常大家討論到的議題嘛。那基本上我們在我們的魚油的原料提煉出來的都是用小型魚，那基本上這個在生物的它算是比較高、比較低階層的，它不是累積到上階層的。像有些大型魚，像有些人會用到鮭魚啊、鮪魚啊，這就是比較上層食物鏈的。那他們就會去吃這些小魚嘛，那小魚的這些體內的重金屬就會累積到上層，所以相對來說，大型魚會現在比較不建議去用大型魚來做魚油的提煉，所以我們都會選擇用小型魚。那當然也不能說完全避免說不會有重金屬啊，那但是基本上來說，台灣並不太會做我們第一階段的魚油到魚肉到油這個階段的步驟，所以呢，我們的原料大部分都是已經出萃完了油之後，我們進口來。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一定會去強烈要求他們一定要有重金屬的檢驗報告。那當然送過來的時候，我們也會再送去台灣的第三方的認證的機構，再去確認說這裡面是完全沒有重金屬的。是。那但是我們其實如果真的是有重金屬的話，但基本上是不可能會有啦。那如果有重金屬的話，我們也是可以用製程的技術去把它去除掉的。所以說，其實，在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魚油裡面，是已經沒有在用比較大型的魚類在做這件事情。是的，因為現在為了其實第一個是這種重金屬還有有毒物質它的污染的問題嘛，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經濟考量。對，因為小型魚像是鯷魚啊、沙丁魚，它們是量其實比較大了，對，那也沒有所謂的資源匱乏的問題，所以大部分應該說世界上主流的魚油製品都是以這種鯷魚、沙丁魚這種小型的魚類來作為主要的原料。那鮭魚呢、鮪魚，甚至是鮪魚啊、鱈魚這一種，就慢慢的比較少，因為畢竟它們是比較有風險啦，就是有毒物質跟重金屬含量會比較高的風險。那另外就是它們數量也慢慢變少了。那這些原料再去做提煉，或者是根據於我們客戶的需求去做不同的一種成分的一種調整呢？是沒錯，因為首先就是我們台灣本身也不是像是那種時候，就是像南美洲國家或是比較靠近北歐的國家，因為他們那邊就是有比較多的所謂的這種沙丁魚的魚群啊，然後或者鯷魚的魚群，他們有在地就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漁獲量。那台灣這邊基本上是沒有像這樣的方式，所以煉製魚油這一塊是沒有的。但是我們有技術，就是有精煉的技術，我們可以把初製的魚油，然後把它精煉成高濃度的一個魚油。這樣的一個技術在，所以基本上台灣就是以這樣的模式在跑。可是，就像剛剛邱廠長講過，台灣基本上現在市售比較常看到的魚油產品，都是從國外進口以後，然後分裝出來，就直接分裝成膠囊了，他們沒有經過一個精煉的一個技術。因為精煉過我把都等於都講幫個人，真正拿到我一啲原來的材料，哈，把一些可能會有害啦，冇都講一啲冇會雜質給它拿開以後，變成一啲我們希望的一啲濃度的一個產品。那這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廠長，就是說，其實，在你們公司的話，像這種類型的產品，它本身產品的類型很多嘛，就是說不同濃度啊，或者是不同的客戶的需求是，它本身是很多樣嘛？是。對，就是剛剛有講到嘛，DHA 跟 EPA 它其實是針對不同的族群的來補充需要的，所以呢，我們當然就會看客戶的需求。他如果今天是想要做的是比較母嬰相關的，那我們就可能會跟他討論說，那我們要做比較高 DHA 的給你。那如果有些人是覺得心臟血管相關的比較需要補充的，那我們就會做高 EPA 的給他。好，可是其實哈，抗氧的東西可以針對於無抗氧的人做出無抗氧的調整。休息下我行到節目，我哋咪嗰度嗰件細故事。
反过来复起来，上一节目我哋来宾同人讲，用嘅去分辨一个好嘅鱼嘅油吼，啊，呢部分我哋从来我睇我哋那个鱼油嘅产品嘅罐子上面，看到几多嘅英文字，嘛个 EE 啦、TG 啊、RTG， 对啊，嘛个意思喏，我哋马上摸一下我哋呢。古博士，博士，我请问一下哈，因为刚刚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从我们产品的成分表上面，大概可以看得出我们的一个比例啦哈，比如说omega 3啦、omega 6的一个比例，但是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英文字，什么 EE 啦、TG 啦、RTG 啦，它到底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首先哈，我们从鱼，然后把它炼制成鱼油的时候，它初阶鱼油一定都是所谓的 TG 型。就是我们一般炼出来的鱼油，就是3酸甘油酯，这是 TG 型的，这是最初阶的。那精油，我们想要把它浓缩嘛，想要让它精炼成高浓度的时候 ，TG 型的这种形态的鱼油，它不适合，或者说它不利于我们去提高它的纯度跟浓度，所以我们会把它用一种叫做酵素，或是用其他的方式让它变成所谓的EE型，所谓就是乙酯型，对，变成一个比较小单元的乙酯型的鱼油以后，那我们可以借由一些精炼的过程还有制成，然后让它变成从本来初阶鱼油30%，然后我们把它提升到50%甚至是80% 的一个高浓度的一个鱼油。那这个时候基本上乙酯型的鱼油，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经由后续的制成啊、精炼以后，我们就可以拿来就是贩售了哈。那可是又有一种就是刚刚说到 RTG， 那它就是把这种乙酯型的鱼油呢，它再把它用一种酵素的方式，用酵素然后去经由反应以后，把乙酯型的又把它转回成原本那种 TG 型的形态，但它已经不是原本 TG 型的样子了，所以它会前面多一个 R， 就是一个再，就是那 re 的意思嘛，就是一个再转子的过程，所以它叫做 RTG 型的。对，那这3种鱼油市面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也都有在贩售。那可是，有人会说，应该是说有一些制造商或是一些供应商，他们会说，RTG 型的吸收比较好，比 EE 型的还要好。而这个部分其实研究就是鱼油的研究，从它制造以后，从开始上市以后，或是说开始流行了以后，它就一直在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对，那是不是哪一种型比较好，哪一种型吸收比较好？其实目前还是没有定论啦。那可以，我们就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只要长期的去服用跟使用，那它的一些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心血管预防心血管的风险然后或是一些那个手眼协调啊、大脑发育这个功能它就是有办法去做显现出来。但是至少上在所谓的产品的一个浓度上面的话，至少 EE 跟或者是 RTG 就是比原来的 TG 型还来得高。对，是没错。这些部分的话，因为我相信，我哋头头讲的关于专业的一种做法嘛，係咪同人從中同人他有個說明下講，以前對魚油都更加嘅魚油嘅一啲生產的過程裏邊有乜個轉變？展示給大家看一下，這大概就是我們魚油演變的過程。其實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圖其實也是一個展示內容，它就是說到其實我們的純度越高的時候，我們顏色會越接近透明，所以這是可以看到一開始的顏色其實是相對來說比較深的。那後面越到後面的時候呢，它的純度高了之後，它的顏色就會透明。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出萃的魚油，其實這邊都有寫到，這邊的純度大概是18、12，所以18、12其實接近我們魚油本身它本身裡面的純度就是這樣子。所以其實市面上看到的30%的，基本上它沒有經過太多的一些技術，它就是一些簡單的物理過濾啊、蒸煮啊，把它一些雜質去掉之後，它就可以做成產品了。那接下來當然就是跟着工業的演進嘛。那剛剛這邊古博士有提到的，我們有乙酯化的部分。那乙酯化的部分當然就是為了一方面這個乙酯化的東西它會是比較安定的，那我們在加工製程上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我們來去做使用。對，那接下來呢就會看到，其實大概可以分一半啦，中間左邊右邊這樣子。那到右邊左半邊這邊大概就算是我們的
较高纯度的东西，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那这边可以看到上面有写到一开始的我们的浓缩技术就是有分子蒸馏，那分子蒸馏这个我们公司本身也是有，那这个在油品界也是一个很常使用的技术。那还有一些尿素包埋啊、冷冻啊，然后到后面这边开始有一个比较绕口的字，就是超临界流体。对，那这个超临界流体萃取呢，就是它可以把一些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就是可以把重金属去除的一部分，它可以把我要的鱼油萃出来，但是把重金属留在原本的位置。对，那到后面可以看到我们有特别这个标示起来，那这个黄色标示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公司最主要的技术，叫做超临界流体模拟移动槽，非常拗口的10个字。对，那其实这个技术呢，它的厉害的点在哪里呢？其实像前面呢，我们可能都是把纯度提高，那其实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事情叫做分离。我们可以把 EPA 跟 DHA 把它分离开来，所以我们才可以个别去得到高的 EPA 或高的 DHA。其实，在前面当然它的部分也有一些是可以去做分离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我们就是专门就有点像是我要1刀2断，我要把2个切开这样子，让我的 EPA 分出来，然后 DHA 独立分出来。对，这大概就是我们一些鱼油的技术的演进的过程。通常我哋咧，顧博士有講到講，譬如講，像我哋台灣嚟講嘅話，我哋即個唔像我哋歐洲嗰度國家本身如果要扭到嗰度魚嘅，可是雖然講我哋係進口，我哋佢儲定嘅嗰種魚油入來，但是我哋即個國家地方有幾好嘅技術，把我哋魚油唔單止去濃縮。好變成一啲我哋咧個濃度個高嘅一啲產品，同時更加話有幾多嘅技術可以將我哋產品地方無咁樣好嘅成分，變成無咁樣一種比例的調整哈，變成講跟無咁樣嘅人好可以是無咁樣產品的部分。那這部分哈，我想要回到就是博士這邊來說，因為其實我們剛有提到，就是說譬如說孕婦啦，然後或者是我們的體育的選手啦，甚至說一般的人啦，他其實都有對這些 Omega 3啊，或者是DHA 有不同的需求嘛？那您自己的建議呢？你自己建議就是說，譬如說像哪一些族群的人，他可能需要攝取哪些不同的一種比例的一個產品？就是魚油，我們剛剛有提到它的最主要的2個成分就是 EPA 跟 DHA 嘛，那 EPA 跟 DHA 它2個最主要的功能性就是說 ，EPA 它攝取 EPA， 它可以讓我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降低。第2個就是像是血脂肪啊，然後還有穩定我們低密度膽固醇這個部分，然後另外還有就是改善或者穩定我們情緒。那像 DHA 從我們以往的文獻，然後可以常常就發現說，它其實針對我們所謂的手眼協調、幼兒發育，然後還有所謂的眼睛，就是護眼的功能、視神經、視網膜的保健，其實都是有它的效果的。所以變成說，我們要建議我們的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可以根據自己本身從事的行業或是本身現在目前所需要的部分，來去做挑選，來去做調整，這樣。可是講到健康都發現到講，其實從一啲魚油來講嘅話，初頭我哋咪有講到，其實台灣而家其實已經可以把魚油濃縮嘅變成成分過高嘅，但是成分地方，那一成分過高，譬如說DHA 啦，冇 EPA，那一成分過高對你來講係更加最需要嘅。其實如果喺幫我哋而前一點。適合我們這個魚油的充電。那回到我們一個工廠的一個方式了，因為其實現在廠也在我們的一個現場。那像我哋魚油的工廠，因為其實我們地方我們常常會有很多公安的事情，比如說魚油可能有一些工廠可能會排出惡臭啊。那像這樣子的一個魚油的濃縮工廠的話，以這個有乜嘅污染的問題嗎？就是我們所使用的設備，我們稱之為綠色的晨曦技術。那為什麼我們會說是叫綠色晨曦技術呢？當然，綠色大家很直接聯想就是環保嘛。那大概可以分2點啦。那為什麼會稱之為綠色呢？第一點就是因為我們在做這個濃縮製程上的過程中啊，我們所使用到的東西，基本上第一個當然是魚油嘛。那接下來第2個就是酒精，酒精就是我們平常喝的酒精。那當然，這個酒精是食品級的，一定就是我們一般人就是拿起來喝，但是那個濃度很高啦，所以你喝了可能也會不舒服。那第3個部分呢，就是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一個叫做超臨界流體，那它是一個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就是我們大氣中常見的這個二氧化碳，只是我讓它變成一個特殊的狀態。所以基本上我們使用的這3個東西，魚油當然是我們的原料沒有問題。那酒精跟二氧化碳其實它們對環境來說其實都比較沒有任何污染的。那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因为我们在制成的过程中啊，我们做一个设计，我们让我们的酒精跟我们的二氧化碳都可以不断的回收再利用，所以一直在回收的过程中，其实真的不太会有什么废弃物的产生啊。那当然久而久之当然我们的二氧化碳也会逸散到大气中。那酒精的部分呢，当然可能久了之后，它的纯度下降了之后，我们就会再把它排除这样。嗰陣談好嚟，其實對我哋嘅環境來講啊，其實算冇過太的污染哈。那在這節目的最後，我想再問一下博士哈。那一般來說，我們常常會講說啊，這是食用級啊、醫療級啊，那我們有需要去特別去挑選這樣子的一個內容嗎？因為我們目前可以買到的，一定都是所謂的食用，就是食品啊，在各大通路買得到的。那有一種叫做醫療級的魚油，它是所謂需要有處方簽，或是經由醫生診斷以後，他判斷您可能需要使用這一類的魚油。對，那這種醫療級的魚油是在我們市面上是沒辦法買到的。對，那大部分它都是像是很高純度的 EPA 的含量。對，那針對高三酸甘油酯症的這一種病症去做使用，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也不會碰到這種東西。觀眾朋友，看完今日嘅節目，我們發現到講，其實細細一點魚油唔單止有技術的問題，同時嘛有啲選擇的問題。嗰個今日節目地部陸團講過，你認為托一啲好嘅魚油，同時即個嘛唔是講，聽我講醫療級嘅，但係最後因為可能伊就配的用途，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市面上買得到嘅，你可以簽得到適合自己嘅成分呢，都可以嘅。今天很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很多魚油的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得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